多謝主席。我想跟進嘅係 EDB 062、063同埋133，分別係我本人同埋梁熙議員嘅提問嚟嘅。喺062嗰度咧，政府喺個答覆嗰度咧就提到，目前有7個國際學校嘅辦學團體咧係需要償還政府嘅免息貸款嘅，亦都有4間嘅辦學團體嘅貸款係尚未到期償還嘅。咁我想請問局方可唔可以簡單交代呢4間嘅辦學團體係幾時開始係需要開始償還貸款嘅呢？另外咧，局方對於香港中小學國際學校嘅學位供應情況嘅顧問研究係其實隔幾耐係會進行一次嘅，即係隨住特區政府即係積極咁樣去網羅人才嘅政策咧，即係會唔會係加快呢一個顧問研究嘅週期呢？咁如果係會嘅話呢，點樣可以控制到相關嘅研究支出呢？063方面呢，局方喺答覆嗰度呢就話未能夠係就加強少數族裔嘅學生對於中華文化嘅認識同埋促進文化融合嘅開支係提供一啲分項嘅數字。咁我想請問局方其實點樣判斷推動非華語學生認識中華文化嘅成效嘅呢？咁至於133嘅問題呢，就係近月咧都有啲係要求家長係認購證券嘅債券嘅一啲私立學校咧，係涉嫌咧未能夠向一啲離校學生咧係退回一啲學校嘅一啲債券嘅剩餘嘅款項嘅。咁我希望局方咧可以加緊監察呢一種嘅運作模式嘅私立學校啦。咁而除此之外咧，咁若然譬如呢一啲情況係牽涉一啲來自海外嘅學生或者家長嘅話咧，局方係點樣喺呢一方面可以提供到協助咧？包括為佢哋提供即係所需嘅資訊啦，同埋跟進佢哋嘅求助。多謝主席。好啊，3個方面嘅問題係國際學校方面嘅情況啦，少數族裔中華文化嘅情況同埋私立學校債券。唔該。好，主席，第一個問題呢，嗰4間嘅辦學團體幾時開始還錢呢？其實呢，所有呢啲貸款呢，佢都有一個嘅即係嗰個嘅agreement，即係嗰個協議，咁同埋合約嘅。咁按翻嗰個協議同埋合約嘅規定嘅時間呢，就開始還錢。咁如果可能呢一個嘅詳細每一間嗰個還款嗰個日子呢，稍後會後呢係補翻俾議員。第二呢，就係學位嗰個即係就住呢個國際學校個學位調查嗰個顧問研究，我哋隔幾耐呢？過往呢，大概係3至5年咁上下呢，我哋做一次啦。咁上一次呢，大概係年幾之前我哋完成。咁亦都睇到未來嗰5年呢，即係嗰個有一個嘅估算嘅。咁當時亦都睇翻當時嘅結論呢，就未來5年呢，我哋嗰個國際學校嗰個學額嘅供應係充足。但係呢，我哋都即係因應住我哋嗰個各種人才計劃嘅最新發展呢，亦都係密切留意。咁最近我哋都增加咗2個嘅空置校舍作為國際學校嗰個開辦課程嘅一啲嘅校舍。咁所以呢，我哋係亦都會唔係只係單睇個研究報告啦，同時我哋都會睇實際嗰個政府政策同埋人口嗰個轉變嘅情況。喺第3方面呢，就住非華語同學嗰個中華文化嘅學習呢，事實上呢，過去呢，我哋亦都曾經有針對性地呢，譬如我哋嗰個初中歷史科嘅推進嘅時候呢，我哋有撥款呢係特別幫助非華語嘅同學去學我哋嘅中國歷史嘅。咁而恆常呢，其實我哋喺就住對於非華語同學嗰個中文學習呢，其實亦都係結合嗰個文化呢個元素係好多。因為呢，如果佢只係從嗰個功能去學語言呢，係好沉悶。咁所以基本上呢，喺語文學習嗰度呢，已經係即係有呢一個嘅中華文化個元素喺度。咁我哋都見到學校係舉辦好多元化嘅活動。最後呢，就係話喺嗰個私校嗰啲嘅債券啦個問題呢，事實上我哋都係而家我哋係會從各方面去研究睇下可唔可以加緊嗰個嘅監管。但係呢，我喺呢度都想再同家長呼籲呢，即係事實上係任何一個嘅投資呢，都係要睇清楚嗰啲嘅條款。咁而家呢啲嘅私立學校呢，佢哋嘅呢啲嘅債券呢，其實都各自有佢哋嗰個條款嘅。咁家長喺投資嘅時候確實係需要睇清楚。唔該，主席。好。